今仔日开始，这个鸡卵每台斤过来起2块，讲这个早餐店得要拄袂牢咯。因为进一届鸡卵的成本为600块起到1000多块，讲自古早这个古早以来哦，这个鸡卵唔捌遮尔啊贵过。也毋过讲，这个高雄的古山区甲三明区，这个古早味的粉浆卵饼是鸡起筋加的硬冻，维持本地介绍。啊，家己火鸡肉饭的卤卵甲2包嘛拢无调起，消费者讲足甘心的。倒落好的面粉水，搁掺葱仔醋、够卵，过无偌久，像古早味的卵饼就真好食。人系上爱食这味，不过为今仔日开始，鸡卵每台斤起2块，三地介绍每台斤42块半，配额介绍是52块。啊，整箱的是20斤。哎呀，啊，看你1斤涨2块啊，20斤看涨多少。好久的东西都没有涨价呢，觉得他们是佛心呐。进一摆鸡卵的成本起400，不过业者坚持歪起维持1分20，互消费者感觉头家人哪会这么好？打泡肉的口味，高赞塔炒甲真香，含卵豆大做伙，要加因的手路菜、泰国式的炒猪肉，真济外地游客拢是为着这味来的。薄量多销啦，就是可以生存下去就好了啦。分量够个，创意卵饼介绍嘛真俗，但是想要另外搁点一粒卵，嘛讲加收10块。经济不好，然后生活也不好过，所以想说维持到年底，如果真的不行，再来考虑。头家娘体谅大家，全部的卵介绍无起价，啊加鸡这边。边整个切切2包，或者是落加金的卤卵，拢是鸡肉饭爱掺的配料。真的涨到真的不行的话，真正嘛无法度，这成本啊，真正嘛袂使做了事的生意啦。头家技术当到真正无法度的迄一天，就真正敢会当甲消费者讲实嘞。啊，一知影连锁超市店员嘛赶紧换新票头。几乎用上2块，也是蛮高的。即马办项物件拢起价，敢有薪水无变，含鸡卵介绍拢加悬，互民众拢嗨嗨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